咱要来唱这条的回应的诗啊，这首歌牧师所写的，就是盼望我们用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四周的人，也去体会耶稣的爱，能够分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请咱起立，咱再来念这条诗歌。上帝听出发发起的教会，嘛为着台南新学院，真做上帝所欢喜的新学院，照上帝的真理来教导、来影响咱的教会甲社会。咱开声为着安尼来祈祷，请咱开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。
我今日早起为着台湾，台南新南医，伫你面前，你呼求，上帝这是你设立的教会，这做台湾，这做世界的祝福的新南医。主我恳求你帮助所有这老师，互因真正伫上帝你内面看出上帝你的听，看出上帝你国度的价值观，当真正热心台湾，正做上帝你福音的出口。像着你要拯救万民，总是你爱对付人一切的罪，通会当回应伫你，所以求你帮助我，互我较知影面做悔改的面前，我的教会正做你福音的出口，正做你拯救传福音你所欢喜的教会。感谢你，听我祈祷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感谢你，互阮会早起伫遮，透过尤其老师伊的分享，我感谢你。提派伊对日本专家来到台湾，愿意伫遮甲阮做伙为着这个土地来拍拼，愿意伫遮为着上帝国的福音伫遮来努力。愿上帝你大大祝福伊甲伊的家庭，互因会当伫过去3年到即马，会当搁较适应伫台湾的生活的文化，嘛帮助伊会当搁较上帝国的价值、上帝国的真理分享伫遮的新人生的中间。互伊所到的所在，每一个所在，拢带着你的权柄、你的祝福、你的能力、你的成就。感谢你恩待这个家庭，祝福这个家庭，互因伫台湾经验你的同在，经历你丰富的收束。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